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8，箴言11章1節到20節安尼講：欺騙的天平，上主厭惡；公平的秤砣，伊所喜愛。有驕傲就有見笑，有謙卑就有智慧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所行公平佮謙卑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感謝你的聽甲恩典，互阮通親近你，追求你的旨意甲引帶。主啊，願知家己的智慧有限，也知阮的心容易驕傲。主啊，求你憐憫阮，賞賜阮智慧，通分辨你的旨意，行佇你所歡喜的路，因為一切攏是出自你所賜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佇困境的時，在專心倚靠你；佇阮得勝的時，在謙卑來學習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有清氣的心，甲聖潔的靈，因為欺騙的天平是你所厭惡，公平的秤砣你所喜愛。有驕傲就有見笑，有謙卑就有智慧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